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芒啊哥哥。这阵啊我咧无闲四界看厝、找厝，因为我要为草地搬来市内住。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细厝。细厝汉字写作细厝，罗马字写作四尾水、四五厝。水甲厝拢是第三条。现代人因为读册食头路，爱伫无共的所在来来去去，若爱踮一个所在较久，就爱找厝徛。迄阵就会做厝骹，甲厝头家说厝。若是学生啊，有时会住学寮，也是宿舍。迄阵厝主就是学校。阮阿母讲，细厝的时爱紧厝的方向，细厝的中人因拢会讲好听话。厝毋当趁钱改轻松，厝毋知趁钱无人知，厝毋白趁钱会大白，难厝徛了会大富。除了安尼，咱嘛来看厝敢有安全，敢有会漏水，经过敢会合，电梯大楼也是透天。地动、风台敢有安全？厝看好势了后，爱搁甲厝主小约束，像讲厝税钱、地金偌济，有加具无？水钱、电钱、雅水钱安怎算？敢有网络、第四代通用？敢会使饲狗啊、猫啊？咱若是厝头家，上惊拄着熬欠厝税，搁歹搭钱的厝骹。人讲买高熬欠小，就是这款意思。甲厝有关系俗语，搁有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。徛厝就爱好厝边，种田就爱好田边。这两句俗语拢是咧讲，徛厝上重要的是希望拄着好厝边。六细厝、厝骹、厝头家、厝税钱、地金、买高熬欠小，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。徛厝就爱好厝边，种田就爱好田边。住伫啥物环境，对咱的生活影响真大。咱找厝、细厝的时，就要想好清楚哦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